好，翻咗架2019年嘅 Tesla Model 3 Standard Range Plus。咁呢架車嚟講咧，低米數啦，現時米數嚟講咧就唔超過5萬公里啊。咁嘅狀態嘅時間咧，同新車都有啲接近。梳化啊、內籠咧就用得好企理。咁呢隻顏色咧就比較易打理一啲。咁咧就因為有時咧淺色車咧就用下咁上下日子咧都2019啦。咁唔排除有啲曬黃咗噶啦。咁黑色內籠咁唔使介紹啦，最易打理係呢個內籠噶啦。咁呢架車咁熱門斷估咧，好多讀者都好容易喺上網揾到資料噶啦，都唔使點樣介紹噶啦。呢架咧就兩驅版本係啦。好，2019年 Tesla Model 3 Standard Range Plus。咁片尾照舊啦，有我嘅卡片同埋聯絡方法，隨時可以約我睇車嘅。關注汽車生活，精明揀汽車，生活更自如。